一把吉他，简单几个和弦，颜志文教你唱山歌。民谣版客家山歌，听了几遍就能朗朗上口，跟着唱和。10几年来，由他担任团长的山狗大乐团走遍全台湾客家庄，把这种新形态的客家歌谣传唱出去。很少人知道，颜志文原本是个美术老师，20多年前飞到美国伯克莱音乐学院钻研乐理。回台后，各大唱片公司都抱着现金请他制作专辑，但因缘际会之下，制作导演侯孝贤《好男好女》的电影配乐后，他一头栽进客家音乐里。我们之前在做主流音乐也不太有人知道我是客家人，因为在主流唱片里面根本没有客家这个东西。可是这个剧本却让我看到说客家人的故事，我就说了一句，我说这是描写客家的事情吗？然后他们就说是啊，本来也想说能够用一些客家的，看有没有什么元素可以放进去这样。出了6张专辑，还获得金曲奖肯定，但颜志文总想着有一天客家歌能不能别再被贴上非主流的标签。所以他组成了第2代的山狗大乐团，取名有桑从仓团。假日在淡水码头或是海边都看得到他们。这群年轻人并非每个都是客家人，会说客家话，但他们在音乐里找到单纯的快乐。够年轻，再来就是说，他们对客家文化、客家语言等等而且还有蛮深刻的感情甚至说不是客家人，我们团员不是客家人，其实也非常认同客家。自掏腰包买乐器，打造录音室，灌唱片。颜志文相信，真的有那么一天，客家歌可以摆脱刻板印象，让每个人开心唱出心中悸动。淡水码头边流泻的音符，是客家子弟对文化的热爱。练团室里吉他的节拍，是颜志文的梦想，也是我的感动时刻。